好多人一提及 HRT 荷爾蒙替代劑，就會諗起乳癌。我係 Dr. Tong 英國註冊嘅家庭醫生。每個人用 HRT 嘅風險都唔同，所以要睇下你更年期嘅症狀有幾嚴重，同埋你對呢啲風險有點嘅睇法，你接受嘅程度又點樣呢？加上 HRT 對你個人嘅好處，除咗舒緩症狀之外，HRT 係可以減低骨質疏鬆嘅風險，同埋研究顯示，如果你60歲以下服用咧，係可以減低心血管疾病嘅風險添。講翻癌症先啦，HRT 係有機會增加乳癌同埋卵巢癌嘅風險，但係大家知唔知佢係有機會減低子宮癌同埋大腸癌嘅風險嘅喎？另外要注意到嘅就係其他增加癌症風險嘅因素，例如體重過高啦、吸煙啦、你嘅酒量啦、你嘅家族病史啦，同埋你嘅病歷。例如一個50歲而 BMI 超過30、體重比較高嘅女士咧，佢嘅乳癌風險咧係高過一個服用緊 HRT 但係 BMI 係正常而冇其他風險50歲嘅女士嘅。所以咧，你唔使咁驚呢隻藥物，最好同醫生傾下 HRT 對你嘅益處同埋風險，然後先做一個決定。